欢迎收听11月29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新的篇章，新的一卷书，约翰福音第1章，见证生命之道，道成肉身的见证人。约翰福音的作者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，他有清楚的目的和他写这卷书的原因。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，从第1节到第18节，是所谓的这个神学师，他介绍他见证耶稣是道，在这个道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与上帝同在，就如同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一开始就约翰福音第1章的1到3节就讲到了非常神学的话语，就是你会觉得读的时候我好像懂，可是要我解释我好像也解释不出来的那种感觉。他这里怎么说呢？他说宇宙被造以前，道已经存在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是上帝。在太初，道就与上帝同在，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，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他讲到道，这个道他在创世以前，在宇宙还没有被造之前，就已经与上帝同在。而道呢，与上帝同在，又是上帝，好难理解是不是？在还没有这个宇宙被造之前呢，就太初，道就与上帝同在，而且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，所以是借着这个道去创造万有吗？其实中文可以表达的意思很有限哦。如果我们现在来直接讲或是理解的话，其实他在表达这位道就是耶稣基督，这圣父圣子圣灵在宇宙被造以前就已经在了，而在创造万有的时候，在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交当中，这万有就被创造出来。所以说借着他创造万有，只是讲了其中一个面向，没有讲到整个全部所以在整个创造中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在这样的一个论述或是叙事的方式上面，其实如果我们回到一个经文去看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好像然而约翰福音这卷书是要来介绍耶稣基督，而另外一卷书创世纪的一开始，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很像？太初上帝创造天地，大地混沌，还没有成型，渊面一片黑暗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上帝命令要有光，光就出现。上帝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，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。晚间过去，清晨来临，这是第1天。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的作者把约翰福音一开头想要介绍耶稣基督，他在太初以前就与上帝同在。在讲到这3位一体，其实不是谁先谁后，而是一起在的时候，接下来从这样的一个宇宙开始的观点，要开始讲耶稣基督，从一个很模糊、很这个抽象，要开始转向具体。透过什么？透过见证。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给我们一个很神学的概念，可是约翰福音其实是一个很接地气的经文。他借着先告诉我们，这位耶稣基督他其实是非常浩瀚伟大的，然后讲他如何道成肉身，透过每一个世代的见证人，在向我们见证我们的神，就像14节说的，他道成为人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满恩典和真理。而我们会看见他的荣耀就在他的里面，我们领受这个恩典，而且是恩上加恩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上帝借着摩西颁布法律，然而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约翰福音的作者很强调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透过我们认识这位接地气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我们不仅是明白，我们经历，我们还认识，而那个认识是用生命去投入来认识的福音。
而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这一个经文当中，第一个就讲到施洗约翰，其实第6节就说到了，而且还这个作者还说这位约翰，施洗者约翰，他不是那个道他是来见证那个道。所以当时这个犹太人的领袖他们问这个施洗约翰说你是谁啊？约翰他没有就否认或是不回答，他说我不是那个基督，我不是那个道，我是来为那个道预备道路，我来见证他的。然后第2天这个经文就讲到，第2天约翰就看见耶稣迎面走来，就说看上帝的羔羊，除掉世人罪的，这一位就是我说他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伟大，因为我出生以前他已经存在。然后约翰又见证，我看见圣灵像鸽子从天降下来落在他身上，我还是不认识他，但是那差遣我用水施洗的上帝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谁身上，谁就是那要用圣灵施洗的。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就会读到，约翰来是用水施洗，但耶稣基督就那个道他来的时候是要用圣灵为人来施洗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开始透过活生生的人，历史上的人，这些跟随福音跟随耶稣基督的信仰群体，他们一一的来见证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谁。一开始的经文讲到这个在太初这个道与上帝同在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这道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它是一个复合的名词也可以是动词或是形容词。道有很多的意思，它不仅讲的是一个道路或者是一种管道，它也讲的是话语 logos 那个话语它还表达可能是一种智慧 logos， 它在这个希腊文它在翻译过来还有智慧的意思，方法的意思，就很多层面的意思。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认识耶稣都认识不同面向，有人认识是医治的，有人认识是怜悯的，有人认识是这个教师带有全能的教导的，有各个面向。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都透过不一样的不一样，根据我们生命不一样的需要，然后我们不一样的方式去认识他，但是他就是那个道。所以我说这复合的名词是这个意思。而约翰福音的作者在写这一卷书的时候，一开始跟结束其实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，如同第1章一开始讲的，就是他要来照亮全人类，他是那个光，不仅讲说他是道，还说他是那个光。然后在第1章的后面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耶稣基督，他来到世上就选召门徒。而这门徒呢，在约翰福音跟其他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问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在这里他们问耶稣因为约翰和他2个门徒在那里看见耶稣经过，就说看上帝的羔羊。2个门徒一听见这话就跟随耶稣，耶稣转身看着他们跟着说，你们想要什么？他们回答，拉比，你住在哪里？这很特别因为其他的经文并没有问说你住在哪里。然而这是要回答什么？这是其实要回答前面那个像诗歌体一般的那个第1节到第18节，讲说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其实是彼此呼应，就是透过门徒的问题，其实要再次来表达这位道他住在我们当中，他满有恩典和真理。我们如何认识他呢？其实我们很难用讲的就能够完全认识，甚至我们经历我们也是认识片面而已。我在预备这一个分享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神学家他的分享，还是新约的老师叫做孙宝林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很能够来回应，也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
这个道其实有时候很难描述，可是却可以透过故事来经历。有一个名作家，19世纪，他叫做海伦·凯勒。他不仅是一个作家，也是教育家，甚至后来成为了一个政治人物。然而他一开始他的生命是因为生病，又瞎又聋又哑。但是就在那个生命黑暗的境况当中，有一个家庭老师，他叫苏利文，他来到他生命当中，开始教他。他怎么教他呢？他一开始在他的手上写字，然后想要透过这个方式让他知道什么东西都是有名称的。当然他写的是英文，然而每次在写的时候，因为海伦·凯勒他没有办法理解，他只是觉得他在他手上画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还是如他自己就像苏利文后来有讲说，他一开始就像个野人一样然后就这样子好久好久好久。但有一天他又再一次在他的手上写了洋娃娃的英文单字，然后海伦·凯勒就学他写，可是写完之后他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结果有一天这个老师他没有气馁他把海伦·凯勒带到室外做什么呢？他在他写上手心上写了这个水的英文字 water W-A-T-E-R， 然后就把他的手往水那边伸过去，然后他的手就立刻经历到那个水的触感跟感受，好像是被开窍一样，他突然懂了，原来老师在他手上写的是有意义的，而他去经历到那个水，不管是温度、感受、质地，他突然了解这是水。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的路上，有时候其实就很像孙宝林老师所分享的这个故事。我们的上帝太浩瀚，他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我们所认识的其实还是很有限。然而因着他道成肉身，成为那个道，让人来认识他，他成为人，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与他一起生活。透过4福音书，透过今天的约翰福音，要让每一个人来经历他，来认识到那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说话的耶稣是谁。每一个人认识的耶稣可能不太一样，不是因为耶稣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认识的路径不一样。然而这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耶稣，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讲，他其实在起初宇宙未造之前就在了。然而因着我们三位一体上帝的爱，他来到世上，让人能够用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认识他。这是上帝何等大的恩典，恩典和真理就住在我们当中。然后透过每一个见证，每一个经历到可能被耶稣医治，被耶稣安慰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胜过死亡权势，使我们领受那胜过死亡权势的福音，我们认识这位耶稣是谁。而我们今天要来默想是，那我如何向人来介绍他呢？苏利文老师向海伦·凯勒介绍什么是水，他亲自带领他经历那个水的温度感受，而且还在他手上写字。他突然了解，其实这我们用信仰的角度来理解的话，其实是圣灵的工作，他叫人晓得耶稣是谁。而如今我们每一个人也透过 Logos， 就是上帝的话语，这个道，这个话语，今天的约翰福音也要一起开始来认识耶稣是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如此的伟大，我们能认识你是如此的有限，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。然而你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要让我们来认识人怎么认识这位上帝。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你的圣灵来启示我们，叫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
不被字句所困住，而是透过我们生命每一天的寻求和你乐意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，主，我们更认识你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，透过约翰福音来认识耶稣基督。我是世界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